各黨各派為立法會選舉造勢，當香港仲做緊實體票站投票嘅時候，其實世界各地投票方式已經反轉地球啦。愛沙尼亞一早就喺2000年實施網上投票，容許選民不論喺家定身處海外都可以進行網上投票，難怪人哋有60%投票率。而加拿大為咗便利老人家，更自2019年起上門為超過5000個安老或長期護理設施設置流動票站，上門向有需要長者提供票站服務，投票率都有60%㗎。全球有26個國家實施強制投票，當中澳洲呢個國家原來自1924年起實行強制投票，唔投票嘅選民輕則罰款大約100蚊港紙，重則罰款大約870蚊港紙。而佢哋最近嘅選舉投票率亦有90%，喺全球排名第11。除咗澳洲以罰款懲罰唔投票選民嘅歐洲國家，仲有比利時同世上人均 GDP 最高嘅盧森堡添。相機嚟啦，香港2021年嘅立法會地區直選投票率大概得30%，即係447萬名選民入面有大概310幾萬人冇投票。我哋學校澳洲每人收翻100蚊港紙做罰款，庫房都有3000幾萬進賬啦，攞去俾全民選民抽獎都好啊。巴西除咗唔投票係有罰款之外，更加用咗奇招去規限選民，講明冇投票嘅選民如果冇交罰款，就唔俾你進入公立大學做公務員，甚至係唔俾你申請護照添。真係冇投票慘過敗家。新加坡仲絕，若果選民唔投票就會被褫奪投票權同埋參選權。新加坡真醒目，既然你都唔選，索性唔俾你選，投票率更超過90%。但最極致都係要數翻美國侵侵2024年為咗總統寶座，出動富商馬斯克喺搖擺州份用大抽獎吸引選民投票，仲話會送100萬美金俾簽署支持攜帶武器權利請願書嘅選民。合唔合理我就唔知，但係我淨係知侵侵依家就笑住做美國總統啦。少見多怪，多見唔怪。其實全球各地為咗提高投票率，一早已經跑得好前。香港係咪時候諗下改變下依家個投票模式呢？